来继续来看内政部公布上新的房价负担能力的指标，结果这个6都拢超出到合理负担的范围，也就是这个房屋贷款的负担拢超过收入的3成。台北市上界严重，这个负担率是高达61%外。关心居住正义的民间团体，嘛伫台北市的精华地段租下着4坪的店面来开中介公司，用这个行动艺术警惕台湾贵松松的房价。台湾价值，房价超值。台北市闹热的地段，卖出中人穿贡品含手伫咧拜拜，毋过真足看这扛棒的字。天老房屋，买不起屋。竟然是天龙厝，原来这是民间团体发挥创意做行动艺术，为内底靠路口、涂骹到天棚，全部拢打真侪广告，警惕台湾的房价悬。房价悬的意思就是民众爱纳真侪贷款。内政部公布贷款负担率，6都拢有变低。桃市31.72%，台南市30.15%，高雄市30.58%，也伫咧合理的范围。不过台中市39.91%，新北市48.63%，台北市上悬61.14%。也就是讲，民众趁10块、有6块，拢爱摕来纳贷款，安尼民众敢挡会条？我觉得 OK 啊，因为你要在外面租房子也是要花钱。30万可以接受，但超过5成的话，就觉得压力太大了。range 有点太广了，对你等于几乎都要就是开销剩，可能你也没有其他的存款了。民众讲厝价悬、贷款多，互因无啥想要结婚生囝，不过嘛，互因真好闲想要问：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建商在推出案子？谁在买？真侪厝伫咧起，想伫咧买，无人知影。